骑铁马系亚按多年来艺术分享嘅运动，唔过其他都被起强，加是有无共样嘅哦。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嘅罗月，以先前完成呢去中国大陆长冲公路骑铁马嘅梦想过后，利用睇水电做高温学生嘅时间，单人通马睇水电被起强，骑约2000人公里，也把嘅里程唔但抢骑铁马，还归路顺便呢去拜访华侨。记录嘅20人嘅睇水电上今日到尾华侨嘅故事，所以我采从带眼来看一个后生人6月去到世界千百片实现梦想嘅过程。即便是瑞典啊，那个太阳还是很大，所以骑车的时候我还是会戴太阳眼镜，尤其是晴天的时候换这种深黑色的镜片。那装备上其实主要是装一些食物啦，然后还有这个衣服这样子，再加上一些地图之类的东西。大概有20几公斤，25左右吧。加上我整个人，应该算起来，这台车就承受了100公斤的重量这样。伊係盧宇，清華大學數學系嘅學生誒，今年8月能繼續水電高温學生嘅身份。3月前，伊自家幾個人挑戰水電北極圈其次行查嘅旅行，韓國用文字影像記錄華僑嘅生命故事。一开始来看到按到华侨努力的工作，做些很辛苦啊，那就希望如果可以去这个骑脚踏车去拜访他们，他们应该会很开心的。那我就为了这个想法，这样子开始去努力筹划。新冠頭度有計劃過後，嘅時間限睇水電嘅落雨，利用下課過後睇學校做資源回收，去掙茶點打工種理費，同時透過網絡私信申請前台嘅做夢獎學金。還有帶一個這個水袋背包。一般騎車的人都會習慣用這個水壺喝水，但是我比較習慣用這個水袋啦，就是背在身上就可以喝水。已經完成外國挑戰北極圈其次行查嘅旅行，之前嘅準備是係輕踩唔得。這裡面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，就是這個充氣背心啊，這個穿上去之後，然後它可以充氣。這邊有個口，這個。通常是穿这个充气背心啊，然后它会迅速的保温。对，有几次真的就靠这个。那晚上很冷，真的没办法，在睡袋里面都会被冷醒的时候，就穿這個睡覺這樣。由於屯次價位次行查計劃按照提示嘅前頭到到台灣，而對水電嘅連接平時出發，經過10德高義模一路向北去，目標係北極圈度水電邊境嘅城鎮卡雷蘇安島。總共用嘅50日，騎約2388公里，拜訪嘅20人嘅華僑，我同伊哋寫生命故事。這個就是客家媳婦，這是苗栗人，這個是英珠華僑，我叫她謝阿姨啦。他們是我在瑞典這個對我最好的人，這樣子。他們就每次我去斯德哥爾摩，他們就讓我住他們家，然後這個謝阿姨也帶我去拜訪很多不同的華僑。对对，然后他们很有趣，就是他们就
因为这个谢叔叔他是印度华侨，那他们讲客家话跟台湾有点不一样。佢強調下，講得都唔一樣嘅，跟住講唔重要，咁樣做咩唔係話拉花啲嘅，唔一樣做咩捱得壓花。中央片記錄下也同跨國婚姻兩公婆之間的合法對話，老於知道親切有個貼片，透過也對公婆的牽線，以提水電傾倒的韓國島的華僑。37個人見，16文學。拜訪的過程度，老於發現也條提水電落地生根的華僑，其實做出容易的當地的生活，就連表演當地的民俗樂器都可以等真。他不算是台灣華僑的，但是他有很多的這個兄弟姐妹在台灣。對，他其實是直接從大陸轉到瑞典去的。對，但是他很有趣，他是一個認同中華民國的人物，這樣。是，然後他多才多藝，他像他這就在表演這個瑞典的一個民俗樂器叫鍵提琴。其次行茶為旅途當中，最本老於社會就係讀到落雨天行過10條路。在旅行過程中最討厭就是下雨天了。那再來就是石頭路這樣子，在剛開始出發的時候，有很多是那種山中小路，然後都是石頭路。因為我車子的行李很多，那我很怕它會爆胎。後來有幾天遇到下雨天，那時候也很辛苦，因為裝備濕了，你要花很多時間在曬裝備什麼的，然後身體也會不舒服。一個人喺外國其次行茶旅行，唔單止故事，面對困難的時節，未愛自家一個人面對。唔過改菜老於歸路回鄉，讀到青島的貴人，仲會有人聽書記。然後這一位是我在墓園紮營遇到困難的時候拯救我的貴人。就是那一天我在一個小鎮迷了路，這小鎮的出口是一個高速公路這樣子，然後蠻慘的，因為高速公路不能騎腳踏車，所以我就回到那個小鎮，但是那時候已經很晚了，那我就想說紮營，但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紮營，就選擇在墓園。對，就一搭好帳篷之後就下起傾盆大雨，對，然後隔天早上醒來的時候，那個水都跑到帳篷裡，只是很冷，然後就遇到他來上班，他就帶我進去他辦公室，請我喝個咖啡，這樣非常溫暖。旅途當中，漸漸的15日體驗青社會北極圈，天時變化青態，韓國熱天的永駐，對其次行茶的人來講係青態的挑戰。其實，在北極圈附近，太陽就幾乎沒有下山過，對，所以晚上睡覺其實都常常睡不好，尤其在帳篷裡面睡覺的時候，可能3、4點就太陽就亮得跟7、8點一樣，這樣子，溫度也比較低，然後氣候變化，我覺得相對的劇烈很多，每天會有很多的太陽雨，跟就有出現太陽又有雨這樣子，這樣輪番交替就會非常辛苦，這騎腳踏車其實非常辛苦。老於講一路行唔係冇問過嘅放棄，不過親朋好友嘅精神支持係以繼續完成夢想嘅最大動力。每個人就是哇哦，你怎麼會想要做這種事？然後他們通常會告訴我，這件事很棒，但是他們這一生可能不會做這樣子。對，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鼓勵啦，就是他們會支持你。佢用教育訓練的立場啊。自家去行哦，睇嚟咩？生人睇就自家就去尋自家理想，有生人就私有，可能做外人就支持嚟。可能青島人為人比睇北極圈其次行茶旅行係貴點嘅事情，不過老於用後生人嘅熱情順利完成計劃，行業世界盡頭帶回北極圈華僑嘅奮鬥故事，留下勇敢其次行茶嘅蹤影。
也如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為咗到維護南洋海食用水嘅安全，舊年嘅起始，宜蘭縣政府禁止南洋海河川地方嘅農民使用上架水來做肥料，睇同鄉中個人搶錯嘅農民提前受到影響，大家如果反彈，下個禮拜向下嚟關心，我哋再會。